继续来看香港一个68岁太太，倒脚的骹头有真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，一定要开刀。但是伫香港的公立病院排队开刀，都要排3年。最后，伫亲友的帮忙下，来到台湾换人工的骹头恢复甲真好，而且佫真会好哦。讲包括这个飞行机票、甲这个带妹、甲医疗费，全部加起来的费用，比伫香港的私人病院佫较俗20万。 香港来68岁姓罗的负责人倒伫病床顶，倒脚利用脚头的运动器。好痛啊！痛啊，很痛。最高就这样，今天就练习这个角度。伊都做完人工脚头的手术，出来就要慢慢复健，不过总算摆脱这一年来的噩梦。 他最痛的时候就是他睡不着啦。我们有时候叫他出去吃饭，他远一点他也不想去。他的朋友叫他去 shopping， 他也不愿意去。这个姓罗负责人56年前开始脚头会痛，后来愈来愈严重。医生诊断是尾期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，更加惨的是，伊申请排香港公立病院的手术排2年多，还未排到。在香港已经早就被诊断是一个比较厉害且退化非常严重的关节炎，但是在香港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接受人工关节手术，需要等待时间长达3年。在亲戚朋友帮助下，到台中参加医疗员工，一摆陪来看诊开刀，一摆陪来会诊复健，差不多开30万。这个负责人的查某囝讲，伫香港私人病院开刀，爱开差不多台票45万到50万，陪来台湾开刀医疗费用搁较会好。台湾积极咧推广医疗员工，无论对各个病人有真大帮助，嘛因为台湾的医疗水准，大家拢肯定，每一年拢有带来真大的观光效应。